其實洗牙咧，好多人以為啊，邊個醫生洗都一樣啦。總之我去到清潔下牙齒就算。但係其實留意咧，洗牙其實係你個人長期嘅一個護理嚟嘅。講清楚咩意思咧？喺西方嘅一啲國家，譬如英國、美國呢啲地方咧，佢哋會堅持去同一間牙科診所洗牙，因為點解咧？一路幫你洗牙嘅牙科醫生或者洗牙師咧，會幫你 keep 一個長嘅 record， 可能佢會同翻你舊年或者前1-2年做一個比較，知道你究竟發生咗咩事，咁從而俾一個更加貼切個人化嘅治療方案俾你。舉個例子，甚至乎有啲病人咧，我哋喺診所度見到佢可能一路患開牙周病嘅喎，咁知道嘅咧，佢可能某啲位置咧係特別容易紅腫，咁佢喺我哋診所度接受過治療，佢再翻嚟嘅時候咧，有機會某啲地方復發，我哋就知道可以喺嗰個位置咧做一啲輕微嘅治療。但係我哋見過一啲個案就係咧，當佢去一個新嘅地方，去一啲接受牙科檢查或者叫一啲平價嘅洗牙，咁個牙科醫生由於冇佢上一手嘅記錄咧，就會斷定咗佢可能患咗牙周病，調翻轉可能要佢重新去接受一個治療。咁其實所以可想而知咧，洗牙並唔係話我中意今年去 A 就去 A， 去 B 就去 B。其實去翻同一個診所去做翻洗牙咧，係一個有連貫性、有關聯性，甚至乎對你嚟講先係一個最好嘅治療嘅計劃嚟嘅。OK， 咁所以平價洗牙成日都話咁羊毛出自人身上。我哋見過最多唔好嘅嘢發生就係病人可能去咗一啲地方做一啲洗牙，可能俾人游說咗之後，反而個口度做一啲無謂嘅治療，可能個牙齒冇嘢嘅，可能做咗好多牙貼啊，或者本身有啲牙唔使鑲嘅。佢去到可能俾人傷咗啊，可能最後隻智慧齒嘅位置甚至都俾人種埋隻牙上去，咁我哋都見過。咁所以呢啲反而係你去選擇一個地方洗牙要留意嘅地方啦。通常咧有呢個咁嘅感覺嘅病人咧，我哋都知道佢應該係長期冇去洗牙嘅習慣，因為點解會覺得洗完牙之後牙縫變大咗咧？好多時候係因為個病人本身啲牙肉紅腫咗、脹起晒。當佢清潔咗嗰啲污糟嘢走之後咧，嗰啲牙肉消咗，咁佢就有一個好似牙縫變大嘅錯覺。但係其實並不是因為洗牙令到佢牙縫變大，而係因為咧佢本身可能就長期缺乏一個護理咧，令到佢有咁嘅錯覺，覺得係洗牙造成嘅。咁所以對呢啲病人嚟講，我嘅建議係咧，你既然洗咗第一次咧，消咗腫，其實你要更加去 keep 住翻呢個習慣，咁你以後就唔會再有牙周病啊、牙肉發炎啊呢啲問題咯。咁至於牙縫變大咗，咁冇辦法就變大咗，你要做嘅工作就係繼續保持佢清潔，等佢唔好變得越嚟越大。嗱，有好多病人就因為驚洗牙唔舒服，所以其實佢逃避去牙科診所洗牙。咁我會話呢樣嘢去洗牙呢個動作咧，除咗俾醫生攞支嘢去治啲牙肉之外，其實佢有好多含義喺個口度。即係譬如你就算嚟到我哋唔洗牙，我哋都可能會幫你檢查你有冇蛀牙啦，又或者甚至要拍攝 X 光片睇下你做過嘅假牙有冇問題啦。咁你就算有啲病人嚟到佢可能本身好乾淨嘅，咁佢做一個檢查都可能對佢及早發現佢有蛀牙或者一啲牙智慧齒嘅問題，咁呢啲都係及早發現，都係洗牙個 appointment 就做咗。咁我都會鼓勵啲病人係幾唔舒服都好，你就算去到，你盡量就俾牙科醫生幫你做少少清潔，就算唔做清潔都做一個檢查，咁總好過你合埋對眼完全唔理棚牙，都係好嘅。最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